伫个议员沈振东的安排，台南市北区大港国小6年级的师生大约110位，日前到台南市议会来参访。现场除了认识艺术规则，另外嘛模拟开会，对推选主持人、小小议员选择周职，到正副议长的选举，以及小小市长的施政报告甲备询，整个过程有模有样。陈佑瑞1人1票，吴冠贤1人1票，吴英竹1人1票，陈日池1人23票，黄仁晴1人2票。希望呢，夏季每周3每人都1份冰品，跟下课时间可以开放电脑教室，还有每年举办1次园游会。之后呢，就是学生投票决定户外教学的地点。伫个参访的过程，议长曲丽丽嘛意外来现身，对着小朋友的表现，议长嘛鼓励学生爱加接触公共事务，和台湾的民主教育会用来向下来扎根。每一次的议会的议事体验，让你们可以知道说，议员到底要做什么？好，那市府他应该要担起的责任是什么？那台湾在行政跟立法的分权，它的界定是什么？那我想这个都比较深奥，还是让你们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我们在议会开会的这个实况哈。总而言之，欢迎各位议员到台南市议会来参访，也谢谢市长，还有我们局处首长，这个应该是副市长、秘书长，是不是？除了伫个艺术厅的模拟开会过程，另外佫实地参观国政党的办公室，带予学生一节充实的民主课。议长嘛欢迎佫较侪学校伫个休会期间到议会来参访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